最近真係全世界都湧晒上去深圳消費，唔係講笑。每逢禮拜六、禮拜日，成個羅湖、落馬洲、深圳灣，直情好似湧浪咁，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。大家上去行下山姆，逛下 Costco， 或者去啲地道街市買下平嘢，確實係幾爽嘅。但係大家喺嗰度買得興起，執到平嘢好開心嘅時候，有冇諗過，當你拎住嗰幾大袋戰利品過關返香港嗰陣，分分鐘就係你噩夢嘅開始。你以為只係買咗幾斤肉、幾隻蛋，或者係一啲普通嘅手信，點知海關一查，你唔單止要沒收晒啲嘢，仲要被控告，最高罰款5萬蚊，兼且要坐2年監。呢份手信真係貴到你唔信。講返而家個大環境，由2023年初通返關之後，港人北上消費已經變咗一種生活習慣。2024年到而家，北上嘅人數係節節上升，甚至有啲長者60幾歲、70幾歲嘅阿叔阿嬸，每個月都要上去幾次掃貨。我明白嘅，上面啲嘢食真係平嗎？幾十蚊有一大隻燒鵝，10幾蚊有一大袋菜。但係法律係無情嘅，好多人以為自己買個少少係自用，海關就會隻眼開隻眼閉。咁你就真係諗多咗啦。香港海關近期已經加強咗執法，特別係針對一啲違禁品，只要你過咗嗰條界，佢就一定要做嘢。我哋先嚟講第一樣最常見，亦都係最多人犯錯嘅生肉、冰鮮肉或者冷藏肉。好多人去到深圳啲街市，見到啲豬肉、牛肉、雞肉好新鮮，仲要平過香港一半，就忍唔住想買返嚟交鹹。有人會話，我用保溫袋裝住，或者叫個檔主幫我真空包裝，過關嗰陣海關咪睇唔到咯。我同你講，呢個諗法真係極之危險。根據香港法例第132RK 章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蛋類規例，任何人除非有官方發出嘅衛生證明書，否則係嚴禁帶生肉入返香港嘅。無論係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鵝，只要係生嘅或者係冰鮮嘅，全部都係犯法。之前就有個案，有個50幾歲嘅女士，因為帶咗2公斤冰鮮雞過關，結果被判罰款。你可能會問，咁煮熟咗得唔得呀？熟食原則上係可以，例如燒鵝、豉油雞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隻雞係半生不熟，或者係海關認為未完全熟透嘅，佢一樣可以沒收兼檢控。所以最穩陣嘅做法係，所有肉類都唔好私自帶過關。跟住落嚟就係我頭先提到，全港最容易中伏、最容易令人坐監嘅第2樣嘢，雞蛋。特別係生蛋同半熟蛋，呢樣嘢真係好多人唔知。大家可能會覺得買盒蛋返香港煮有乜問題啊？或者喺上面買咗啲而家好流行嘅溏心蛋、溫泉蛋，甚至係一啲醃製過嘅皮蛋或者鹹蛋。我要話俾大家聽，生蛋係絕對唔可以帶嘅。同樣係根據頭先嗰條規例，所有生蛋甚至係半熟嘅蛋，如果無衛生證明書，都係禁運品。你可能喺小紅書見到好多人話去山姆買1箱雞蛋返香港好抵，我勸你千祈咪學，因為海關一旦 check 到，唔係淨係沒收咁簡單，佢係可以即時開你 file。最常見嘅中伏位係啲流心雞蛋，因為法例定義入面，只要個蛋白或者蛋黃仲係液體狀，未完全凝固，佢就視為生蛋。之前就有個60歲嘅阿伯，帶咗10幾隻生雞蛋過關，結果被罰咗2000蚊。如果情節嚴重，例如你帶嘅數量多，最高刑罰真係可以去到罰款5萬，同埋監禁2年。呢2年監係咪真係為咗嗰幾隻蛋而做？大家自己諗下。第3樣嘢，大家可能比較少留意，但係對於中意種嘢嘅朋友嚟講就係大忌，帶有泥土嘅植物或者新鮮蔬果。好多人上去行花市，見到啲盆栽好靚，或者見到啲菜好新鮮，仲帶住泥土，覺得咁樣先係有機新鮮，就想成棵搬返香港。根據植物衛生條例，大部分植物入口香港都要有許可證，特別係帶有泥土嘅植物。點解呢？因為泥土入面好容易藏有外來嘅害蟲、蟲卵或者病菌，呢啲嘢一旦進入香港，可能會對本地嘅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嘅打擊。
雖然普通嘅切花或者食用水果、蔬菜唔帶嚟嘅通常係可以，但如果你帶嘅係一啲受管制嘅植物，例如蘭花，好多品種都係受保護嘅，你就會觸犯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。之前就有個案，有人喺上面買咗啲野生蘭花返香港，結果被海關截獲，最後唔單止要罰錢，仲要留案底，真係得不償失。第四樣，呢樣真係要大聲啲講，因為好多長者會中招，瀕危物種製品，特別係中藥材。大家上去行藥材鋪，見到啲石斛、西洋參、乾海馬或者一啲聲稱好補嘅藥材，覺得平就買返嚟。你要知道，好多呢類藥材其實係受國際公約 CITES 保護嘅，例如某啲品種嘅石斛、乾海馬，甚至係某啲蘭花類嘅中藥。如果無出口國發出嘅證明書，你帶返香港就係走私瀕危物種，最高刑罰係罰款1000萬同埋監禁10年。雖然你買嗰少少可能唔會判到咁重，但罰幾萬蚊同留案底係絕對避唔到嘅。大家唔好以為呢啲嘢乾咗就冇事，只要係嗰個物種，無論係生定死、完整定係碎咗，法律上一律視為瀕危物種。2025年就有個案例，有個70幾歲嘅老人家帶咗少少乾海馬返嚟送禮，結果喺關口被捕，搞到全家人都好擔心。第五樣嘢係一啲後生仔或者想買平嘢嘅人，好容易忽視嘅侵權物品，即係假貨。我知上面啲山寨嘢真係好平，幾百蚊可以買到個名牌手袋，或者係幾十蚊一件名牌 T 恤。根據香港法例，如果你帶侵權物品返香港，係為咗貿易或商業用途，嗰個係刑事罪行。雖然話自用一兩件，通常海關唔會點理你，但如果你帶嘅數量比較多，例如你有5、6個唔同款式嘅假名牌袋，或者一大箱假波鞋，海關就有理由懷疑你係拎返嚟賣。到時你話係送俾親戚都冇用，一經定罪，每件侵權物品可以罰款5萬蚊，仲要坐5年監。第六樣，呢樣係近期非常嚴厲執法嘅另類吸煙產品，即係電子煙、加熱煙等。由2022年4月30號開始，香港已經全面禁咗進口、推廣、製造、售賣或者為商業目的而管有另類吸煙產品。好多煙民北上嗰陣，見到上面啲電子煙彈好平，或者有啲新奇口味，就諗住買返幾盒。記住，係進口就已經犯法，無論你係自用定係幫人買，只要你帶過關，你就係進口。海關喺各個口岸都捉得好嚴，一旦被發現，最高罰款5萬蚊同埋監禁6個月。我見過有個30幾歲嘅後生仔，因為帶咗2盒電子煙彈，結果被海關即場帶走，真係無謂。第七樣係關於藥物嘅受管制品藥物，大家可能覺得喺上面藥房買啲感冒藥、咳水好普通，但係某啲咳水入面含有可待因、codeine 或者某啲安眠藥、止痛藥，喺香港係列為危險藥物或者受管制藥物。如果你無醫生處方而帶超過合理自用數量嘅呢啲藥物過關，你可能會被控管有危險藥物。另外，最近好流行嘅一啲所謂減肥藥，入面可能含有禁藥成分，帶返香港一樣會出事。2026年嘅今日，海關對藥物嘅檢測已經非常先進，唔好諗住求其攞樽裝住就冇事。第八樣，比較傳統但依然有人中招，煙花、炮仗同埋易燃物品。每逢過年過節，好多人想帶啲煙花、炮仗返香港放，覺得有氣氛啲。但我話你聽，呢啲係危險品，喺香港係絕對唔可以私自進口嘅，甚至係一啲強烈嘅壓縮氣體罐，例如某啲強力殺蟲劑或者清潔劑。如果冇申報，都可能會有麻煩。帶煙花炮仗最高罰款25000蚊，同埋監禁6個月。千祈唔好攞自己嘅自由嚟講笑。最後第九樣，呢樣嘢大家可能覺得好奇怪，但係真係法例規定，食米超過15公斤，你可能會笑，邊有人會帶咁多米返香港啫？其實真係有啲家庭覺得內地嘅五常大米好食，就成袋50斤咁搬返嚟。香港法例規定，食米係儲備商品，任何人除非有出口證或者係獲授權嘅入口商，否則唔可以帶超過15公斤嘅米入港。
雖然海關未必會日日稱你袋米，但如果你真係搬得太多，佢絕對有權執法。講咗咁多，大家應該明白，北上消費雖然開心，但一定要做個守法嘅市民，唔好聽啲師奶傳言或者小紅書攻略，話大少少無事，收埋就得。海關啲 X 光機同埋緝私犬唔係擺設。2024年到而家已經有幾千單因為帶生肉、生蛋被捕嘅個案，大部分人最後都要交幾千甚至上萬蚊罰款。我再強調一次，特別係個生雞蛋同埋半熟蛋，真係最易中伏。而家好多深圳嘅網紅店賣嗰啲流心蛋包、溫泉蛋料理，大家食完就算啦，千祈唔好買返香港做手信。如果你真係唔肯定某樣嘢帶唔帶得，我嘅建議係一係就唔好買，一係就過關嘅時候行紅色通道向海關申報。申報咗最多係佢話唔帶得，你主動放棄，通常唔會告你。但如果你行綠色通道被搜出嚟，咁就係企圖走私，性質完全唔同。大家北上玩得盡興嘅同時，記得要醒醒定定，唔好為咗慳個少少錢或者貪一時之快，搞到要罰5萬蚊兼坐監，甚至留個案底跟一世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成日中意北上掃貨，記得一定要 share 呢條片俾佢哋睇，功德無量呀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法律係會隨時更新嘅。雖然我而家講嘅係2026年初嘅最新情況，但大家過關前最好都係留意下海關嘅最新公告。希望大家每次北上都可以平平安安去，開開心心返，唔好成為下一個喺關口被截查嘅苦主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